动吼，开始摇动吼。我想到讲，咱地上的国度是会摇动的，总是上帝国度永远都是袂震动、袂摇动。咱今日咱听生活伫唱这诗歌吼，伫咱后尾开始，咱早起的敬拜进前，咱献上感谢，献上俄乐，因为主是含着咱俄乐的主，伊是咱的盾牌，是咱通倚靠、担当咱的主。虽然咱拄着一个危险、危机，总是上帝保守咱。互咱早起会当到这圣殿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所以咱开声，咱来学咱上帝，学到伊的信息，学到伊的公义，学到伊的恩典，咱开声来学咱上帝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学到你的性命，主啊，是看伫阮学到的主，阮到你的面前，我单单来学到你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你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你讲做阮的快乐，讲做阮的明白，讲做阮通倚靠的主。主啊，要大声来学到你，阮早起要圣殿内底用时光来学到你，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你。恳上帝，你掌管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心思意念，阮在座兄弟姊妹住伫这个所在，咱要来追求你的面。恳上帝，你将你恩典，将你的恩膏，将你的灵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互阮放下阮一切的挂虑，放下阮一切的颠簸，单来到上帝你面前，来朝见你的面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献上感谢，献上一切恶乐伫你的面前。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唱首诗歌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一切。主啊，我来求问你，爱得到伊的福气。主啊。那高音我不改变。
者为着咱家己，甲上帝关系献上祈祷，特别咱常常互罪来捆绑，所以为着咱家己的罪来认罪来祈祷，盼上帝会当撤销咱身躯一切污秽甲遮的罪，互咱用圣洁的心来到上帝，圣洁的灵来到上帝来甲上帝相见面。咱为着咱所徛起的即个台湾即个土地所犯的侪的罪来祈祷，咱有拜偶像的罪，咱有贪婪的罪，咱有欺骗的罪，伫即个土地，所以咱为着即个土地来献上祈祷，为着咱家己的性命所犯的罪，咱知影毋知影的罪，咱献上恳求祈祷，盼上帝用伊宝血来洗清来医治，咱开声来祈祷。改变我，主啊，我来承认家己的罪。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要赦免我一切罪，洗净我一切不义。主啊，我伫你的面前爱了我一切的污秽，爱了我一切的罪恶。盼上帝你，叫你会听，叫你恩典来洗清我的罪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互阮有一粒清气的心来到圣殿来朝见你的面。主啊，我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土地献上祈祷，盼上帝你赐落你的医治这个所在，赐落你的听伫这个所在。我有一个怨恨，我有一个嫉妒，我有一个贪婪伫这个土地，我有拜偶像的灵伫这个土地，盼上帝你照你的心意来撤销遮阮一切的罪，互阮这个土地调做一个圣的所在，调做主你欢喜徛起的所在。主啊，你唤起我济基督徒愿意为着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，为着这个土地所面对的一困难献上祈祷。盼上帝你这个时阵用你的宝血来医治、来洗清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在遮的恳求祈祷。主啊，我要用来到上帝你面前，甲上帝你见面，我要献上感谢，献上乐乐，安尼祈祷，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那个用这时光，主啊，我来求问你。主啊，我来求问你，我以爱你的好气，一挂好气。主啊，你就是我无价。你来临有平安，这个平安是世间人，你是可他上大的恩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要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的高引我不改变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要永远跟你相见。你是我的上帝。我的一切，你的高引我不改变，你的高引我不改变。所在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社会，为着世界目前的局势，咱献上祈祷。这特别有上帝的面伫这个所在，上帝恩膏伫这个所在。咱特别为着台湾建教会来献上祈祷，求上帝咱福建台湾的建教会，会当互每一间教会，咱成做一个宣扬平安福音、救赎恩典的教会。特别这个黑暗的世代，互每一间教会拢成做光的灯塔，互含在黑暗中的这百姓，会当找到一个愿望。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台湾咱的国家、咱的社会，为着世界局势祈祷，特别为着台湾的建教会献上祈祷。兴起所有的教会，成做上帝福音的出口。再开声来祈祷。
哦，主啊，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特别为着阮所面对这个世代所面对一个困难甲挑战，这个国家社会国家甲国家中间的一个纷争的这款的问题献上祈祷。哦，感谢上帝你掌管，感谢上帝咱线遮一切的人员，特别疫情的攻击的时阵，哦，感谢上帝你特别保守，愿每一个人谦卑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你的心意，就是伫遐日。行遐中间，活伫行遐中间，活伫迄个困难中间，活伫迄个压力中间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上帝，你施落你的怜悯智慧，互一正者，互因知影要安怎来治理遮济的混乱的代志。哦，主啊，你互阮的百姓有平安的心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特别兴起偌济的教会，偌济的信徒。愿意为着所面对的这款的困难、这款的挑战来献上祈祷，互每一间教会拢愿意诚做世界的灯塔，诚做福音的出口，互遮的百姓徛起遮的百姓，因为有教会设立，因就得到平安，得到福气。哦，求你翻转遮所面对这个世代所面对的这困难。哦，主啊，只有你是阮世界的主，只有你是阮台湾的主，只有你是阮每一个人生命的主。感谢上帝，你掌管你。你会听赐落你会听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伫阮所有徛起这个所在的地面上的所有的百姓顶面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恩天地，担当阮，哈利路亚！安尼祈祷，靠主要这个性命来求，阿门。第二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保守咱的心，无受到攻击，互咱心中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信心，甲有盼望。第二，为着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来献上祈祷，特别为咱厝内人的心灵献上祈祷，特别为着咱所面对的工课，这场学校尤其最近嘅开始开学，疫情最近也有升温的现象，所以有侪的挑战伫咱的工课顶面，伫咱这场伫学校顶面。特别互咱甲咱的同事同学有好的人际关系，咱献上祈祷。煞接为着咱的经济稳定，咱有财务的困难，感谢上帝掌管，感谢上帝医治。第三，为着咱个人的身心的健康，为着咱的疾病，是咱厝内人有疾病，咱为着因来献上祈祷。咱今早起咱嘛要举行医治祈祷的时间，感谢上帝帮助咱透过早起的医治祈祷。当互咱的心灵拢得到完全的医治、完全的讨放，所以开声为着咱家己，甲为着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献上祈祷，献上恳求。哦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面对这困难挑战时阵，这边我告上帝，因为主只有你是阮的帮助，是阮的我告。哦，主啊，照你的心意来帮助阮，互阮知影要怎行主你合你心意的道路。哦，主啊，互阮心中有盼望，互阮心中无惊吓，互阮心中赐落迄个平安，赐落迄个信心。哦，特别互阮伫阮的工课顶面，甲咱厝内人的关系顶面，甲同事关系顶面，感谢上帝诚做阮的良好，诚做阮用迄个好好的迄个关键，互阮知影要怎用上帝的听来听阮厝边，听阮的同事，听阮厝内人。哦，做阮厝内人有侪人还未信主的，感谢上帝你照透过你会听，当互因也由阮来入反因。哦，主啊，互阮生命得到改变，得到反转，因为安尼，阮就会当行出上帝你的空理，伫阮的心中，会当互因会当担着上帝你的听，透过阮的见证，透过生命的改变，来影响伊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帮助阮。哦，特别阮早起阮有医治的祈祷的时间，感谢你透过这款的时间，互阮兄弟姊妹来到上帝你的面前，你就照你会听。照你大的权能来医治阮，互阮的心灵得到完全的自由甲讨放。哦，还要感谢你，献上祈祷，献上俄乐，安尼祈祷拢是靠照你叫做生命来求。第三，咱为着咱教会，这的事工来祈祷，就为咱教会同工来祈祷。看上帝会当互咱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各种的服侍团队甲团契首长，拢有属灵的智慧甲温数。伫服侍顶面充满了快乐甲能力，会当帮助咱更较知影要安怎甲上帝更好，敢要怎领受上帝的心意伫咱每一个人心中。所以为着这团队的这同工、牧者的同工、都是同工来献上祈祷。
第二，咱为着教会属灵气氛来祈祷。有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进入这个圣殿时，咱会当较无信心的同在，咱会透过祈祷得到大快乐。咱喜爱上帝的话语，咱来热情敬拜。第三，咱为着咱即马开始即进行的幸福小组来献上祈祷，更像咧透过这幸福小组的组织、幸福小组的运行，会当互一个无道友会当进入教会内底，因的生命得到翻转，得到改变。所以咱为着这个时间来献上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。哦，请主，我上帝你来帮我教会，特别是应邀的教会，我来教会，咱一个人进入这个教会内底，得到生命，得到翻转，疾病得到医治，心灵困难得到解决，性命得到改变，互性情充满。的教会，主啊，感谢上帝，你会当兴起我这兄弟姊妹愿意斗阵一个福音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为着我的牧者团队，为着我的中职同工，为着我的小组长，因为部长也是团契首长献上祈祷。感谢上帝，你互伊有上帝的恩赐，知影要怎将上帝你的使命、你的心意，会当来落实伫因所服侍的时间顶面，这因所服侍的拢我有带有快乐，带有力量，还要满心感谢你。主啊，感谢上帝，感恩你哋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为着所有兄弟姊妹献上祈祷，献上恳求。主啊，感谢上帝，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因的心常常互上帝你来激励。常常互上帝圣神来充满，反兄弟姊妹生命得到更新，成做一个当为主见证的人。因为安尼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，愿意常常来敬拜、来学好、来祈祷的教会。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，阮的教会成做一个主愿意徛起的所在的教会。我要献上感谢，献上学好。我们将我所有兄弟姊妹各一边恭敬拜主的圣手，感谢上帝教阮伫地，赐福阮、照顾阮。带领阮，安尼祈祷，靠主对着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你是我一切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一切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都让我。将它起立。主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一切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那高永远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要永远甲你相结连。你是我的上帝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你那高永远无改，你那高永远无改变，你那高永远无改。再去敬拜来，迄就祈祷，各上帝你的灵运行在咱中间，希望咱每一个人的心，互咱有较无上帝的灵在咱的心中。咱为着再去敬拜，咱献上俄罗，献上恳求，互逐样的服侍甲敬拜，拢会当归荣耀上帝。咱为着今日要讲到夏牧师，咱献上来祈祷，各上帝透过夏牧师的嘴，讲出上帝真理在咱的生命中间。咱开声为着再去敬拜，咱献上祈祷。还有阮弟弟面前献上一切恳求甲祈祷，感谢上帝感恩伫地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透过再去敬拜，会当领受上帝你的心意，领受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主啊，我为着夏牧师来献上祈祷，感谢上帝使用夏牧师的嘴来讲出上帝你话命的真理，因为夏牧师所讲出来每一句话，拢下伫上帝你的心意，改变阮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时，互阮会当为灵内底得到提升。主啊，感谢上帝设立宝座这个所在，感谢上帝你派天父天使为了这个所在，互这个所在成做上帝伊徛起的所在。阮再去伫这个所在看见上帝你荣耀彰显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恳求，献上祈祷，从再去敬拜，搁一遍仰望主的圣手，感谢上帝感恩伫地，安尼祈祷就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来研究诗歌，见到我靠耶和华。
我可也好我主的福气那水泉。你那我可也好我平安的心要充满。你那我可也好我一切就做得你若我可也花，你那我可也好我喜乐的心要充满。你那我可也好我主的福气那水泉。你若我可也花，你那我可也好我平安的心要充满。你那我可也好我一切就做袂怕看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唱歌乐出生命。你若我可也花，你那我可也好我喜乐的心要充满。你那我可也好我主的福气那水泉。你那我可也好我平安的心要充满。你那我可也好我一切就做袂怕看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唱歌乐出生命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。伊就唱歌乐出生命。欢喜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唱歌乐出生命。我们欢喜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打开心门来领受。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，伊就唱歌乐出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爱光辉主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主爱光辉主的。我的方向的欧罗里，我的万民都要感谢你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。你的主爱光辉主的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。你的主爱光辉，我伫帮中要学了你，我的梦中要学了你，我的万民中要感谢你。你的心是高万世代，你的主爱光辉主的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，你的主爱光辉主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主爱光辉主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主爱光辉主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心是高万世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主
谢咱上帝，哈利路亚。那这是咱吟圣诗，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辰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辰，为着暖出心来，所求一切的阻碍，你悲伤的万罪下，我千后的尊名，为着大喜的坚持，无论你也是何必，三十回把有公平，你我此心就更明，你悲伤的万罪下，我千后的尊名，为着你梦的福气，为着信心的欢喜，赐愿我愿通分享，有声有影的温强，你悲伤的万罪下，我千后的尊名，为着温暖的家庭，兄弟姊妹陪母亲，一定地像好朋友，关心看顾够温柔，你悲伤的万罪下，我千后的尊名，为着主一大恩惠，下辈小出愿恩惠，先心温暖他人情，地上生活甲人生，你悲伤的万罪下，我千后的尊名。哈利路亚！万关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阮这个至宝贵的福分，互阮伫你的圣日，阮通拨开一切的牵绊，阮通专心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伫你的圣殿，伫你的宝座前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若毋是主耶稣基督为着阮牺牲，流出宝血来拯救阮，阮就无这个恩典，无这个福气。所以，阮看重这个甲主亲近、领受你天顶来恩典祝福的机会。伫遮，阮学了，阮敬拜，阮祈祷，阮也将一切荣耀归乎主。是呢，主你听阮，阮袂当做甚物，只有对心底献出阮的感谢。学乐甲恳求，拜上帝，愿你圣神来掌管。伫今仔日2场的聚会，对头到尾，祝你的平安，祝你的喜乐，祝你的信心，祝你大大开启阮心门，拢伫阮的心中，帮助阮的敬拜，凡事拢上帝你美好的引带甲带领，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通对礼拜中经验到圣神同在迄款的信心、快乐甲平安。主啊，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